巧，什么地方不推敲？是往成功而上。未必。有病，有病，请郎中开病。公山，我这个病是不用马郎中的。有病不看郎中，这病怎么会好得起来呢？啊，这是人呀！啊，娘子到底什么病啊？我这是女人家的病。女人家的老套腿啊，这不是病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公山，今天的是你我新婚